这件事情就是你要么就老实，就你不要喊太高嘛，就是我喊那么高，然后我又做不到。但是它最真实的问题不在于说盖不了而已，它最真实的问题是找不到地。找不到地，对，因为你地不够，你就找不到社宅用地。那这个怎么做呢？我觉得有几个大方向。第一个大方向是我们现在因为毕竟少子化，我们很多学校的空间以前是容纳1万人的，现在是几百人的，但学校其实没有改变。那在日本就有一些地方把学校跟住宅做一些重新的规划，这是一种。那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像剑潭，剑潭台北市其实本来就早就应该拿回来了，一直不拿，一直拖在那边呢，就是跟救国团之间，我觉得根本就在做球给救国团。这一些地方其实也都是可以成为社宅可以用的土地啊，它不一定还可以是，如果往市北那边可以往科技宅，或者它可以做婚育宅，那这个才是你就是有痛点嘛，就是作为比如说要新兴科技发展的人才居住，或者对于有小孩的人的优先居住，或者给弱势族群的居住。比如说这个40%，这个抓现在政府婚育宅应该也要提到40%，然后你10%可能是做什么？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划下去，才有可能真的让住的成本实质降低。租金的补贴这个当然就不在话下，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。